歡迎你嚟到14日新手村嘅 Day One。喺正式開始行動之前，最重要係首先你要認識 Enagic 呢個事業嘅性質係點樣，同埋會面對啲乜嘢嘅挑戰嘅。Enagic 呢個生意咧係一個高度自主嘅事業，你自己就係老闆啦。所有嘅業績目標同埋你想喺呢度達到嘅成就，都係由你自己去 set 嘅。所以第一步咧，你係必須要咧去培育一個強大嘅自我驅動力，俾自己一個 motivation。點解你要去做呢一個生意？意思即係喺冇一個上司嘅監督嘅情況之下，亦都唔係好似傳統有一個老細去睇住你嘅情況之下，你去建立一個自己嘅內在動力，去推動你自己去做持續嘅行動。咁點樣先有 motivation 啊？點樣先有驅動力啊？就係你必須要去尋找到你嘅 why。點解你要做呢個生意呢？同埋你嘅願景係乜嘢呢？去思考一下，你加入 Enagic 嘅核心動機係啲乜嘢？係為咗啲咩呢？到底乜嘢推動你去做呢個事業呢？到底係為咗財務自由啊？定係健康嘅生活、成就他人，還是係陪伴屋企人？定係其他嘅原因呢？當你建立到清晰嘅目標，同埋知道做呢個生意嘅價值，就將會去成為你每日去努力前進嘅一啲燃料啦。你必須要係非常清楚你為啲乜嘢而去努力，為啲乜嘢而去打呢一場仗，先可以喺遇到困難嘅時候去保持嗰一份嘅熱情嘅。只要完成以下3個任務咧，咁你就會好清晰你嘅目標，同埋有 motivation 去做呢一個嘅生意噶啦。第一個任務，寫低你點解要去從事 Enagic 呢個生意。寫低咧至少3個原因，係你令到你投入呢一個事業嘅原因。描述一下呢個原因對於你嘅人生嘅意義有啲咩影響呢？有啲咩正面嘅影響呢？咁而記住，你寫低嘅呢一啲嘅嘢咧，將會成為你日後去做推廣嘅時候一個好強大嘅故事素材。咁當然啦，我哋係有工具去輔助你去發掘呢一個原因，呢個 why 出嚟。咁你可以睇翻我哋嘅團隊 Google Drive 咧，裏面有素材去幫你去完成呢一個任務嘅。而第2個任務咧，就係為到你嚟緊呢14日去制定一個明確嘅目標，即係例如我要拍好3條推廣嘅影片，我要去拓展5個潛在嘅客戶等等，係清晰嘅目標。並且咧寫低你每一日咧，你會投入喺 Enagic 嘅時間。例如每一日我係花1個鐘頭喺呢個生意度嘅。咁你寫低咗個目標之後咧，就將佢貼喺一個當眼嘅地方，提醒你自己咧，你許下咗呢啲承諾。喺呢14日裏面咧，你就要去達成佢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又係有素材咧喺 Google Drive 嗰度去輔助你去完成呢一個功課嘅。任務3就係去睇一條關於營商嘅心態或者激勵嘅影片。喺邊度睇咧？可以 YouTube 嗰度去 search 啦，同埋我哋嘅資料咧都會有一啲 Enagic 嘅成功嘅分銷商嘅故事分享，會俾大家去參考嘅。每日都會睇一條，由今日開始，好重要㗎，因為咧我哋要向成功者去學習，去保持一個激勵俾你自己。咁記住係要向成功者學習。有一啲人咧，佢就偏向去睇啲人點解唔成功，點解佢做唔到，其實係唔啱嘅。應該要去向一啲已經做到嘅人去研究一下，到底佢做咗啲乜嘢令到佢成功。呢一啲咧嘅例子咧，將會成為你非常大嘅鼓勵。而好簡單，睇片就可以為你帶嚟呢一個動力噶啦。所以今日第一件事，記住揾一條片去睇。最後方法係有無限咁多嘅，最重要都係講緊你堅唔堅持，同埋緊貼大團隊，黐埋一啲成功嘅人士，佢哋得，你都得。聽日見。